好，伫这个台中一中的上款，张景宏形容是全台湾上水的夜市。虽然敢若冻3个月就收起来，也毋过即马换到台中人气长巷的景点草悟道，嘛将做台中上新的顿开景点。到暗时啊，一个只变真闹热。打头前人客人，这是台中新开幕的夜市啊。第二次营运的时间，就剩真侪人来。夜市啊，毋但比顶小街点心摊，阁有真侪台湾、日本含外国料理。这个夜市啊，红讲这是全台湾上水。伊的单位用日本茶落去装潢，配装置艺术，含传统夜市啊做比拼。伊画面毋但愈活泼，嘛可靠气质。在台中扫悟道旁边的夜市，结合了装置艺术和日式风格的摊位，在试营运期间就成为台中市的新亮点。摊子看起来都很好吃，蛮好逛的。除了疫情和明年开放美国猪、美国牛的影响，这卖料理嘛强调健康和安全。养生这块部分呢，是能够去落实，而不是只是一般的饮料而已。那我们是用台湾牛去做汉堡，它吃起来会有特别的芳香的。这部分平常时啊，含拜六礼拜，旧年冬天无休困，虽然上真侪人来，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若来到夜市的民众拢规定爱挂嘴暗，拼经济嘛爱会记得做好防疫。